想去看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吗？跟我走吧！一次苗医学习之行，九妹来到了广西三江，这里位于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有着美丽的苗洞传说。但来到这里，怎能不到只有40分钟车程外的从江？那里的密林深处，藏着一个九妹与他错过了千年的苗寨——啪沙。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今天我带你们来到啪沙苗寨，一起来到世界上最后一个枪手部落。那现在我们在寨门口看到了这棵枫香树，那枫香树是苗族的图腾，也是我们的神树。传说苗族人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会在村寨口种下几棵枫香树。如果枫香树能够活下来，就表明这个地方适宜生存；如果枫香树死了，那他们就会再迁徙。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啪沙苗寨的村寨口看到了7、8棵这个枫香树，说明这里地灵人杰，风水非常好。啪沙在苗语里是草木繁多的意思。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寨门口了，郁郁苍苍的古树仿佛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有3个儿子，啪沙人就是第3个儿子的后裔。涿鹿一战后，蚩尤9里的余部开启了长达5000年的大迁徙。啪沙苗族的祖先就是先头部队，他们披荆斩棘，鏖战群雄，勇武之志，不断与艰苦的生存环境抗争。他们保留着9里文化的千年传承，时光在这里似乎按下了暂停键。传说枫树孕育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育万物。此外，苗族人也把枫树视为祖先蚩尤的化身，一直有着枫树崇拜。这是一棵神奇的枫香树，树心已经腐烂，但它仍然长得枝繁叶茂。砍树树会藤，啪沙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着灵性，啪沙生命的一切都与树有关。生是一棵树，死也一棵树。啪沙人的出生和去世都会种上一棵树，来于自然，归于自然。啪沙男子古老的镰刀剃头护棍发型也象征一棵树，男子成年剃头，将周边的毛草发割掉，寓意树木长得更茂盛，人就更健康。苗寨依山而建，苗族人依山而住，苗家的巅上随处可见都是草药，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下面我带着你跟着我们的苗医一起去认识我们苗家边上的这些神秘草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叫做羊奶果啊，这我们苗家羊奶果是专门给产妇的这个通乳的一个果啊。如果就是说我们产妇产了孩子以后没有奶水来供应这个儿童的成长，那么我们用这个树或者树根或者这个果就来煲汤啊，煲汤吃，它就能达到这个通乳的作用。同时呢，这个还可以治疗这个乳腺增生，这个乳腺结节。这个草药呢，就是在我们苗家就是玉叶。玉叶是什么呢？这个是代表白色，代表这个白玉。白玉啊，它有这个花黄色的、金色的，就叫做玉叶金花。也是在民间呢，就是神农尝百草的时候，这个可以解毒的作用。那么这个药的话，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清热解毒，达到这个排毒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身上中了湿毒，或者你误服了毒，可以用这个来煮水喝，可以达到解毒的作用。所以在民间的苗药叫做白解汤。这个我们司空见惯的淡竹叶，原来还有着神奇的治发烧感冒的功效。我来吃一口。清甜清甜的，下次你也可以吃一吃哦。如果不认识草药也别馋，你可以花上10块钱吃上一个香喷喷的烤肉糯米饭。一支猎枪，一条狗，一支枪杆子朝山走。行走于啪沙苗寨间，如果你听到这样震山响的枪声，不要害怕，他们现在使用的更多是火铳，射程只有20米。多年前法律规定不能配枪，啪沙坚持枪在人在，枪亡人亡。政府考虑到当地的特殊情况，破例同意保留枪支，不准在寨外使用，不准打野生动物。就这样，啪沙成了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我身后的这个凉亭有着一个温暖的故事。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爱树如命的啪沙人怀着对祖籍的崇敬爱戴，把有上百年历史的香樟树砍倒，献给了祖籍纪念堂。此事感动了中央，特地拨款再植香樟树的原址，建了此亭，取名神树图里。此外，啪沙人还崇拜太阳神，每次庐山会，他们都会面向太阳升起，祖先迁徙而来的东方，后退7步，吹笙起舞。古朴的民风遗韵也让它成为了人生必到的55个目的地之一。这里有生命与自然最原始的故事，你愿意来听一听吗？